我的手机这儿呢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丢了呢。莲妈，你干什么去了？哦，一念，我刚才约了人出去吃饭。哦，那今天我就不跟你一起吃了，你自己吃吧啊。哎，莲妈，我刚看到你的短信，陆向北给你发信息了，他要去餐厅找你，那，你住院的事要不要跟他说啊？不行不行，你千万不能跟他说。哎呦，我明天就出院了，我好不容易求医生答应的，你一定要帮我隐瞒着啊。这事怎么瞒着他呀？哎呦，必须瞒着他。向北最近特别忙，我不能再给他添麻烦了，求你了，帮帮我好不好？那他已经去餐厅了。哎呀，那你还不快回去拦着他呀？快去呀！我怎么拦着他呀？好啊你要是不替我瞒着，我就告诉他你喜欢他。梁妈，求你了，快去啊，快去！小马哥，请坐。哟，又变样了。我一直是这个样子啊。我看这个点儿应该会堵车，以为你会晚到呢，没想到你们比我还早到。对呀，其实我也差一点迟到，就比你早到一点点。哦，怎么样？这地方还满意吗？嗯，很满意。小马哥，你觉得我今天怎么样？请问两位需要用餐吗？可以，现在立刻出去。你今天很特别啊。是吗？是为了我吗？嗯。真香。是六神花露水吧？我从小到大最喜欢这个味道了。是吗？真的。谢谢你为我做这么多。一朵，其实有句话，我想对你说。这道菜是萝卜川羊肉。哎，有这道菜吗？哎，我记得这里最出名的是蜜汁江团鱼、酸笋江南鲜、虹桥大排，还有鲜榨石榴汁。没听说过这道菜啊？这道菜呢是新的，这是新出来的一道菜，尝一尝吧。来。啊。来，你自己尝尝。我要端那么多菜哎，而且这道菜难吃也是你做的。你找死啊你！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好像听向北说过你和一念在这里打工，对不对？嗨，我早上打电话的时候把这事给忘了。其实，小马哥，我也不是故意要瞒你的。我已经不是这里的服务生，我是梁妈嫡传大厨，大厨。大厨，我相信。这道菜的确有失水准。哎呀，对不起啊。哎呀，我就说嘛，让你别做，你就是要做。现在做成这样怎么办啊？其实我闻着就很想吐。这时候你不说话，没有人当你死人啊。你要我走啊？啊，对了，先生，按照国际惯例，15%的小费交给这位美丽的小姐。滚！再滚呢？我操！怎么会找他帮助？还国际惯例呢。亮马哥，你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？啊？哦，
没什么，吃菜吧。别吃了，什么鬼东西啊！哎，陆向北，司机，等一下，梁妈让我跟你说，她不跟我们吃饭了。什么？她是让我这么跟你说的。搞什么东东？梁妈给你发的吧？我跟老朋友吃饭，你别来烦我，让一念陪你吧，你最亲爱的母亲。不是说好了来吃饭吗？那我们吃吧，我跟你吃不也是一样吗？不用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自己找地方吃。不行，我要是没跟你吃饭，梁妈肯定怪我没把你照顾好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我们换个地方吧。这怎么了？你带钱了吗？哟，对不起。那你今天就乖乖的听我的，我点什么你吃什么，保证你好吃。来喽，谢谢。哎，就吃这个。你是不是又犯病了啊？你吃不吃啊？你要不吃，我可吃了，我可饿了。我也吃，我也饿了。吃吧，好吃。嗯，哎，真好吃，比我在大饭店里吃的都好吃。沈夫人，别叫我沈夫人，哎，就叫我慕莲。我算想明白了，哼，哎呀，我浪费了我大半辈子的青春，换来的还不如人家心里藏的那个人。怎么了？跟老公吵架了？别提他，提起他我就更烦。哎，说真的，有的时候我特别羡慕你。想说什么说什么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哪像我呀？哎，在人前一副笑脸，其实啊，我可累了，而且又傻。其实人一生啊，不能总是特别明明白白的，真的要难得糊涂。来来来，为咱们不打不相识的两个老太婆干杯！什么老太婆？谁敢说我们是老太婆？喝了这杯酒啊，咱们能活99。好啊，为咱们活到99干杯！干杯！你那杯太少了。干了啊！我的多呀，慕莲。那我不管。欢迎光临。怎么样，好看吧？全部都是我亲手设计的，还满意吗？可是我不喜欢你。你瞎说！我明明就能感觉到你的心，你为什么不承认啊？我知道，是不是因为曾间隙啊？我们只是普通朋友。你别自作多情了。
你跟谁在一起，我一点也不在乎。那就是因为爸爸。你怕别人说你跟我在一起是因为我们家的钱，怕别人说你吃软饭。陆向北，只要你能跟我在一起，我可以放弃我现在拥有的一切，从零开始。只要你愿意。我跟你说，陆向北那小子不地道。你要是因为他向我检举你贪污公款的事情，你就是公报私仇。我怎么会呢？我是那种人吗？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不清楚啊。管好你的嘴，少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，就是对童家最大的贡献。哥，我跟你说，我怀疑陆向北那小子早就知道20多年那件事。他知道又能怎么样？在他进我们完美集团的那天起，我就防着他。要这么说我就放心。可是依依她，你还记得吗？依依马上就24岁的生日了。对呀，你跟那个人有过约定。可是万一要是依依看不上那人的儿子，非要嫁给陆向北，那你可怎么办呢？没有万一。总之，我们家依依绝对不能嫁给姓陆的。哎，真的，我觉得我跟他就像是前世认识一样。是吗？他人真的很好，也很善良。哎呀，总之我一定要娶到她。要不要吃点水果啊？你吃哪个？我给你切。真的不用了，谢谢你的款待。我现在要去找我妈了。哎，你不是吃过饭了吗？你还找梁妈干嘛呀？涂一念，你今天晚上很奇怪。啊，没有啊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没什么事情啊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很不会撒谎的？好吧，我承认我不会撒谎，我确实呢是跟梁妈串通了，让她别见你，但是我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？我希望你能陪我提前过24岁的生日。当然了，我爸爸也会陪我过的，但那个都是生意上的应酬，很无聊的。我希望你能陪我过，就我们俩，行吗？去哪儿？那一起去实现我的生日愿望吧。走啦。
说的，我不觉得。可是我是真的很努力了，对不起啊。真的不用说对不起。你是我见过最上进、最努力的女孩，我对你刮目相看。真的吗？所以你对我？一朵，你认识你这个朋友，我很开心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明白，我当然明白。有你的鼓励，我会好好努力的。时候不早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小马哥，我是要跟你说一声，就是自从我改行当厨师之后，你是我第一个客人，我会记得今晚的。明白。走了，拜拜。路上小心哦，拜拜。路上小心啊，开慢一点。拜拜。哎呀，我说原来女人看到自己喜欢的男人，都会犯花痴啊。我犯花是关你什么事啊？至少我的小马哥是纯爷们儿，男子汉，不像有些人可怜兮兮的。喂，我跟你说，你刚才说那些话，千万别在一念面前说，知不知道？我不会在他面前说，我会在他背后说。一朵，赵老大，哼！你的生日愿望就是来看电影。对啊，跟喜欢的人看电影多开心啊！对不起啊，我忘了你的耳朵听不见，你不喜欢在公共场合戴助听器。那这样吧，我们去别的地方。不用，反正我也没看过，陪你看没事。你从来都没有看过电影啊？没人带你来看过吗？谁敢约我看电影？那你自己也不看吗？没看就没看。哦，那你要不要？买票吧。你不是说你最怕看恐怖片的吗？对啊，越害怕越想看。那还看？看恐怖片是一件很刺激的事情。你想啊，你越怕吧，你就越想看。这个时候呢，你身边如果有你喜欢的人，你害怕的时候可以往他怀里钻，对吧？如果他也配合你一下，英雄救美抱抱你，这多浪漫，多刺激啊！那就是说，你以前经常钻到那个沈康琪的怀里去？没有，他比我还害怕，他都钻我怀里。你不害怕吗？哎呀，我知道为什么了。你不带助听器，你怎么能听得见呢？我跟你说啊，看恐怖片音效最重要了。好了。我不是人呐！今天快出来，给你买了好吃的。哦。
不，万吉，我向北。我也没问题。哦，好了，可以回去梳洗一下，准备上班，别迟到。那你干嘛去啊？我去找我妈谈谈，让她下一次别那么自作主张。你不用去了，现在都上班时间了，你要是再去找她，迟到了可就不好了。你们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没有，我们能有什么事儿瞒着你啊？我妈怪怪的，你也怪怪的，你们两个肯定有什么秘密。没有啊。不说是吧？我自己去问。啊？啊？哎！通风报信啊！喂，卢夏美！哎，醒醒！哎，你也呢？真够痴情的，等了一个晚上。怎么他还没回来啊？不知道，加班吧。他肯定跟于向北在一起。他一定跟陆向北在一起。神经病吧他？陆向北，妈。哎，昨天给我妈打电话到她家里去，她都没接，她肯定不在家里。你们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没有。你想尽一切办法去通知她。你到底想掩饰什么？啊？掩饰什么？梁妈。昨天我幸亏睡在店里。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我以为你出事了。哎呦，你都这么大人了，都多大了啊？还离不开妈妈？我能出什么事儿？偏让人家一念笑话你。你也好不到哪儿去，有你这样设计自己儿子的吗？没大没小。不过你俩是不是昨天也在一起了？衣服都没有换吧？哦，我是不是要喝儿媳茶了？梁妈，你别瞎说，昨天我们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昨天我们没事没事，梁妈可开通了。你不用搭理他，他这个人呢，你越搭理他，他越开心，越起哄。你看啊，娶了媳妇儿就忘了娘，哎，是不是好事要临近了？梁妈，
你再这么说，我不理你了。你先慢慢自己做梦吧你。我没时间搭理你，我去上班了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既然你们2个人昨天在一起了，那她就是你的女朋友了。以后不许做对不起一念的事情。妈，你赶紧睡会儿吧，我看你还没有睡醒呢。我是没睡醒，我不当灯泡了啊。这小子，喂，你好，哪位？沈孟德，你过得很不错吧？你是？你生日的时候，我派人送了份大礼。我本来以为你可以用得上，没想到你命大，逃过一劫。那个花圈是你送的呀？你是哪位啊？我女儿死得好惨啊！她带着孩子颠沛流离的时候，你却搂着你的新欢。我只恨老天爷不长眼，为什么要让你这样的人获得成功？是你啊？你马上过来，我就在你家附近的公园，我们是时候该见一面了。喂。是沈孟德吗？真的是你啊，爸爸。我不是你爸。爸，小娟虽然不在了，但是你永远是她的父亲。所以你还记得我女儿？小娟过世之后，我真的找过你和孩子。别废话，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，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，我们一定会拿回属于我们陆家的一切。你和童之行都会遭到报应的。爸，你让向北进童之行的公司是为了报仇？当初向北进你的公司，也是我刻意安排的，你没想到吧？你是在利用我的儿子。他是你儿子吗？你这个亲生父亲，是你先抛弃了他。他现在那么痛苦，那完全是你造成的。至于完美集团，你应该清楚，那本来就是我们陆家的财产。童之行把它霸占了那么多年，是时候应该把它归还我们了。你怎么能狠心让向北做你的复仇工具呢？你这么做怎么忍心呢？你能忍心，我就不能忍心吗？这个抛弃妻子的家伙，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？那你说，要我怎么做，你才能放过向北？你是来跟我谈条件的吧？那好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只要把你手里华彩集团的所有的股份转让给向北，让他认你这个爹。原来你的野心不仅要吞并完美集团，你还要吞并我们华彩。
走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哎，杰西，你干嘛？我还要上班呢。我问你一句话，你是真的喜欢陆向北吗？是。你不可以喜欢他。从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知道，我一定要娶到你。你怎么了？一大清早竟说些莫名其妙的话。好了，我去上班了。杰西，你要是再这样的话，我们连朋友也别做了。宁宁。对不起啊。没关系。刚刚那男的不错，你该给他一个机会。我们就是好朋友。不用解释这么多，我跟你是上司跟下属的关系。吃醋了？你吃醋的样子还挺可爱的。给你冲杯咖啡。等等，我一会儿出去谈点事，你留在这里，把这些资料看了。这是这几年完美集团的财务报表，看完之后给我写个报告。这么多啊？不算多，还有呢。啊！梁妈，你不是住院吗？对，我是住院了，可我现在又出院了。真没事啊？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哦，你是不是想让梁妈有点什么事儿，你好偷懒呐？不，哎呦，怎么可能？你是我师傅，我哪敢？可是一念昨天打电话说，医生不是要你做全面的身体健康检查？哦，哎呀，一念是太紧张了，我真的没事儿啊。哎，你先别跟我打岔。你不是说要去电视台吗？对哦，我忘了。梁妈，我要请假。去吧。你只要别给师傅我丢脸，拿出你最佳的成绩来。不过我先预测你一下啊，估计结果呢是回来哭鼻子。拜托，你是我师傅哎，你就不能盼我一点好？好的，好徒弟，我祝你马到成功。成功！好啦，哎，去吧。向北哥，我们在这里。怎么回事？是我公司要买你的空气净化器。哎，向北哥，我知道你以为我又要插手你的事情了，可这次真的是为了生意。一样是插手，没有分别。你先坐吧，听我跟你说。之前我在微博里为这款空气净化器做了广告，众人皆知。可其实我没有收一分钱，这对我们公司来说实在是太亏了。所以他们这次要把这批货全部买下来，索性作为附加品在公司的展厅里面贩卖，价格肯定也会是水涨船高。这不是一单很好的生意吗？况且今天代表公司来和你谈的是张姐，不是我。陆先生，这单生意我代表公司向你保证，我们是双赢。我想跟英英单独说两句话。你为什么总是要耍点小手段呢？我知道
你不想领沈家的情，可是我不是沈家的人啊，我是英英，我是我自己。我现在帮你，跟沈家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以为上次你已经听懂了。我没有听懂，我也不想听懂。英英，我不想再欠你的情，我还不起。外公，向北哥不肯签合约，他还责怪我。你现在搞得我里外不是人了。外公，向北，我已经把你和沈梦德的关系告诉英英了。现在英英已经知道所有的事，从今天开始，她正式的咱们成了一家人。外公，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？把合同签了，你要不签，洪志勤就会赶你走，你还怎么报仇啊？外公，签了，快签！为什么不多鼓励鼓励他？我应该相信我的徒弟。喂，哎呀，你昨天唠唠叨叨的，我已经被你说服了，我现在已经回家了。谢谢你啊。你想通了？我没想通。不过你说的有道理。哎，这个家是我的，我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，我得守着。就是嘛，你这么想就对了。你要跟你的老公重归于好。哦，你的病，你还是得听医生的啊。哎，你不是答应我了吗？你给我保守秘密。我替你出谋划策，知道吗？好了好了，我现在啊，忙事情去了啊。好的啊。再过1秒，我可能就要崩溃，忍不住的泪水依旧枯萎。什么是我要的结果，已无所谓。现在只想放下一切，安静的睡。梦中的梦曾经无数次去追，可最终的选择一路向北。最后什么样的结局已无所谓，现在只想丢掉狼狈，
不再后退。为爱回归这种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珍贵。为爱回归，把最初的自己找回。你的安慰是最后最美的完美。为爱回归这种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